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水晶解說系列。今日我哋要傾下一個喺水晶界被譽為能量天花板，結合咗靈性同霸氣、財運於一身嘅主角，就係紫太晶 Amethyst Rutilated Quartz 啦。好多朋友問我，如果想一條水晶就搞掂晒招財、招貴人、開發智慧同埋辟邪，係咪一定要買超七？其實如果你中意那種深邃嘅紫色，又想要太晶嗰種閃閃發光嘅金屬質感，紫太晶絕對係一個更高性價比，甚至喺視覺上更震撼嘅選擇。今日我就一次過同大家拆解紫太晶嘅組成秘密，點樣揀先至係高品質，同埋點解佢會成為咁多老玩家嘅心頭好。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到底乜嘢係紫太晶。顧名思義，佢係紫水晶 Amethyst 同埋太晶 Rutil 嘅共生礦。太晶本身係由二氧化鈦組成嘅金紅石。當呢啲金黃色嘅針狀或者板狀礦物生長喺紫水晶入面嘅時候，就形成咗我哋見到嘅紫太晶。呢種共生其實非常罕見，因為紫水晶同太晶嘅生長環境、溫度同壓力要求都好唔同，所以要喺同一個礦區，甚至同一嚿原石入面見到佢哋完美結合，機率真係好低。目前全球最主要嘅高品質紫太晶產地都係嚟自巴西，而且產量一直都好穩定，但稀少。講到挑選，呢度我就要同大家分享3個行業內嘅核心指標啦。第一，睇晶體。高品質嘅紫太晶，底色嘅紫水晶應該係濃郁而清透嘅，最好係嗰種深紫或者皇家紫，而且入面嘅綿裂雲霧越少越好。如果晶體太白或者太朦，就會遮住咗入面太晶嘅光芒。第二，睇太晶嘅排列同色澤，入面嘅金紅石針應該係金閃閃，有金屬光澤嘅，最好係成板狀或者成簇狀生長，我哋叫板太，咁樣折射出嚟嘅光會更強。如果啲太晶係黑麻麻或者無光澤，咁佢嘅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第三，睇共生感。最頂級嘅紫太晶係紫色同金色相輝映，分佈得好均勻，甚至會出現貓眼效應。隨住你轉動手串，啲金光會好似貓眼咁閃爍。好多人問我，點解有啲紫太晶幾百蚊，有啲要幾萬蚊？呢度除咗睇頭先講嘅品質，仲要睇稀有度。例如一啲帶有順發或者花狀生長嘅紫太晶，工藝要求極高，切磨嘅時候要避開冰裂，又要保留最靚嘅礦物排列，所以日價會好高。如果你見到一啲好平但顏色好鮮豔嘅紫太晶，就要小心係咪染色或者拼合嘅。天然紫太晶嘅紫色通常係有色帶嘅，唔會每一粒都完全一模一樣。講到功效，紫太晶對應人體嘅頂輪同埋太陽神經叢，即係胃輪。佢結合咗紫水晶同太晶嘅優點。紫水晶幫你開發智慧、安定情緒、招貴人，而太晶就係招財之首，無論係正財定偏財都好強。所以帶住紫太晶可以幫你喺工作或者做生意嘅時候思緒清晰之餘，仲可以增加你嘅果斷力同霸氣，令你更容易捉緊財富機會。而且紫太晶亦都有好勁嘅辟邪化煞功效。如果你經常要出入醫院、墳場或者磁場混亂嘅地方，佢可以作為一個好好嘅守護石。佩戴方面，紫太晶同樣建議戴喺左手，因為左手負責吸收能量，可以將紫太晶嗰種強大嘅招財同智慧能量引入體內。如果你最近覺得運勢好差，或者身邊多少人，戴喺左手可以幫你提升氣場，令小人難以接近。保養方面同紫水晶一樣，紫太晶最驚嘅就係強光同高溫，因為長時間曬太陽會令到紫色褪色。燒瓷嘅時候最好用白水晶簇或者碎石，避免用日光燒瓷法。總括嚟講，紫太晶係一種集美觀、稀有同能量於一身嘅神級水晶。佢唔單止係一件好靚嘅飾物，更係一個可以陪伴你喺事業同人生路上衝刺嘅好夥伴。買嘅時候唔好一味追求全淨體，有時候少少天然嘅礦跡反而係佢真實同能量嘅證明。希望今日呢段分享可以幫到大家更深入了解紫太晶好到屬於你嘅嗰道金紫色光芒。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對紫太晶或者其他共生水晶仲有任何疑問，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我哋下集再見，拜拜。